萬寧同屈臣氏呢兩個港資老熟人咧行嘅係完全相反嘅路線喎，一邊咧就係萬寧官宣徹底告別內地，一邊就係屈臣氏望住衝刺上市，哇！呢個反差都令人有啲唏噓啊！咁先講要退場嘅萬寧啦，21年前咧佢係帶住港貨光環嚟嘅喎，2004年喺廣州開第一家店嘅時候，幾多人衝住入去買進口護膚品啊、母嬰用品。咁2014年咧仲高舉3年要開300家嘅口號喎，巔峰時期內地有240家店㗎。而家官方公告一出嚟，線上旗艦店12月26號就停售啦，線下店咧26年1月15號就全部關門停業啦。點解睇上去好地地嘅萬寧會行到呢一步呢？咁專家就分析啦，比起屈臣氏，萬寧對內地市場咧就太保守啦，產品門店形象多年唔變，數字化都慢半拍喎。而家大家都喺直播間度買美妝，靠跨境電商嚟囤貨。咁萬寧既冇新潮嘅體驗，亦都冇價格嘅優勢。你睇下，連莎莎早就撤場啦，佢呢個退出啦，其實早有苗頭㗎。我哋再嚟睇另一邊嘅屈臣氏啦，最近傳聞咧，佢要喺26年嘅上半年喺香港同英國兩地雙重上市喎，募資20億美金，估值可能突破30億美金，妥妥嘅港股消費零售大 IPO 啊！嗱，要知道啦，佢就係李嘉誠旗下㗎嘛，全球有1.6萬家店，咁為咗衝上市咧，呢2年其實都好多大動作㗎。嗱，譬如佢喺第11代門店咧就加咗潮玩妝造區啦、肩頸按摩服務啦，線上訂單中心咧就從131家飆到394家，618單日都可以接5萬個即時單啦。表面上睇咧佢就搶到好行啦，但係背後其實都有唔少難題。內地市場連續6年利潤下滑，咁25年上半年仲關咗145家店喎，3年累計關咗600幾家。店員都吐槽薪酬制度咧提成變共享，令到佢哋收入下降啦。咁合作品牌有啲不滿喎，話佢成日都係推自有品牌而擠佔代理品牌嘅空間。講白咗咧，屈臣氏就一邊轉型一邊陣痛啦。其實呢兩個老對手嘅南轅北轍啦，藏住嘅係美妝零售嘅新規則。而家嘅後生仔女咧就唔買渠道帳㗎啦。嗱，好似華梅嗰啲新銳店咧，靠工業風嘅設計，冇推銷服務，平效比傳統店高60%嘅喎。而家甚至連藥店都嚟搶生意啦。大森林就設藥妝區，精準捉住呢啲成分黨。萬寧咧就輸喺冇破老規矩，屈臣氏就贏喺敢創新。但係可唔可以企得穩咧？仲要睇係咪真係接得住年輕人嘅需求。其實無論係退場定係衝刺，都係講緊一件事。美妝零售早就唔係開個店就可以賺錢嘅時代啦，一定要持續長久捉住人心，先可以行得遠啦。